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6篇，箴言第8章1到21节，马可福音第3章13节到1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呼召。昨天我们谈到了雅各他最喜欢的儿子约瑟的故事。约瑟之所以能够视逼迫为无物，那是因为他非常清楚明白上帝的呼召，正如同他对他的哥哥们所说的话。约瑟请他们上前，他们就走近他。他说：“我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约瑟。但是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情焦急自责。上帝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，亲自差我先到这里来。这地方是饥荒，到现在才2年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也不会有收成。为了要保存你们和你们的后代，上帝差我先到这里来，用这方法解救你们。这样看来，差我来的是上帝，不是你们。他使我成为王的最高官员，做埃及的宰相，治理全国。”这是记载在创世纪45章第4节到第8节。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第7节、第8节约瑟所说的话。上帝派我，为了要保存你们和你们的后代，上帝就差我先到这里来，用这个方法来解救你们。这样看来，差我来的是上帝，不是你们。他使我成为王最高的官员，做埃及的首相，治理全国。所以他真的是非常明白上帝给他的旨意呼召，因此他活得非常有智慧。他是一个不被自己所遇到的困境以及个人的情绪所影响，跟随着上帝的旨意呼召来行，就是智慧者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。不但如此，今天的经文箴言8章第1节到21节也明白地提到智慧的呼召。经文的标题是智慧颂。听吧，智慧在呼喊，悟性在呐喊。他站在路旁的岗上，站在十字路口。他在城门口，在城门边呼喊说：“人类啊，我向你们诉说，我向地上的每一个人呼吁。你们幼稚吗？要学习机智。你们愚蠢吗？要追求见识。天啊，我的言辞美妙，我的话纯正，我所说的是真理。我憎恨虚话，我的话都真实无伪，没有歪曲，没有乖谬。对有见识的人来说，一切清楚；对通达的人来说，一切明确。宁愿选择我的训诲，不取白银；宁愿接受知识，不取精金。我是智慧，我胜过珠宝。你所追求的没有一件比得上我。我是智慧，我有见识，我有知识，有健全的判断力。
敬畏上主就须恨恶邪恶。我恨恶骄傲狂妄，讨厌邪僻和谎言。我有计划，我有才智，我明达，我坚强。我辅佐君王统治，协助统治者秉公行义。地上每一个统治者都依靠我，执政者和贵族都借着我掌权。爱我的，我也爱他；寻找我的，一定找到。财富荣誉由我施予，恒久的富贵成功也都在于我。你从我得着，胜过金金，胜过最纯净的银子。我在正道上行，我在正义的路上走。我把财富赐给爱我的人，我用财宝充满他的家。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有许许多多跟随他的人。有些人是认真的跟随，有些人是慕名而来，有些人是耶稣基督亲自呼召的。但我们不知道耶稣是否一开始就只呼召这12位。应该是这样说，耶稣基督在众多的跟随者当中挑选了72位门徒，然后最后才拣选12位，并且设立他们成为使徒，就是受呼召的、受差遣的人。在马可福音第3章13节到19节，这样记载了耶稣基督的拣选、呼召，并设立12位门徒，称他们为使徒。耶稣拣选12使徒，这是标题了哈。耶稣上了一座山，把他所要的人都召集到跟前。他们来了，耶稣选出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，又对他们说：我拣选你们，你们要常跟我在一起，也要差遣你们出去传道，你们将有赶鬼的权柄。耶稣所拣选的12个人是西门，耶稣又给他取名彼得；西比泰的儿子雅各，雅各的弟弟约翰。耶稣又给他们取名半尼奇，意思就是性情暴戾的人。安德烈、腓利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多马、亚勒腓的儿子雅各、达太、激进党的西门，和后来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基督徒要成为智慧的受差遣者，要成为智慧之子，成为忠心的仆人。诗篇46篇，上主与我们同在。上帝是我们避难所和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因此，纵使大地震动，高山崩塌，坠入大洋，纵使怒涛澎湃，群山震撼，我们也不惊慌。有一道河流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，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上帝住的那城绝不至于倾覆。天一亮，上帝的救援就临到，列国站立，万邦骚动。上帝一发命令，大地就溶解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同在。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来吧，来看上主的作为，看他在地上所做的奇事。他平息世界的战乱，他折弓断枪，
用火烧毁盾牌。他说要停止战争，承认我是上帝，在万国被尊崇，我在地上受敬奉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，帮助我们诚心实意的敬拜，忠心不偏的跟随，成为福音的忠仆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